歡迎嚟到師兄講馬，專飲頭啖湯。咁賽事咧就嚟到2026年2月1號嘅沙田日賽啦。咁喺開始呢條影片之前啦，大家記得 subscribe 師兄講馬呢個頻道，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呢條影片出去。咁同埋掃掃熒幕上面嘅 QR code 啦，加入我哋嘅免費群組一齊玩啦，有波啦，有馬啦。咁喺群組嘅朋友啦，星期三成績唔錯㗎。咁師兄都提供咗幾條連贏啦。咁另外尾場最簡單啦，獨贏。師兄都話啦，直接最後10號 win， 回飛回到 4.95 倍係超級好分啦。所以有時咧贏馬咧就唔係話你提供5、6、7隻就代表中啊。其實贏馬有時大家可能睇中都係嗰2、3隻，投注技巧先係最重要咯。咁我自己都即係初選尾場都係10、11、12度揀嘅，但係臨場見到10號回飛回到 4.95 倍，隻馬試閘靚到咁，唔使諗啦，直接到 win 啦。想聽到啲關於投注技巧嘅嘢嘅，加入免費群組，師兄咧會同大家再分享多啲關於師兄點樣揀馬。點樣投注啊？目標都係同大家一齊贏嘅啫。咁事不宜遲啦。我哋入正題啦。頭場咧就4班1000米嘅。咁我哋逐隻睇睇啦。1號馬展鴻威，波文廖康敏嘅組合，副榜135磅排4檔。咁呢隻展鴻威咧上場就心律不正啦，結果跑到200米，最後200米大羅退啊，大敗啦。賽後咧就休翻個半月先再出。埋門騎師布文咧就親自上馬試翻兩課閘嘅。兩課表現都唔差嘅。最後嗰課閘啦，直頭擺正航太自動加速贏。OK 啊，再加埋呢隻馬咧，本身直路1000米成績都唔差啦，跑過7次，4次上名。馬阿房就今次打埋黃牌啊，目標係呢場噶啦。今場咧3甲之選，2號種得好啊，周俊樂、文家良，副榜127磅排13檔。3歲馬啦，初出排13檔係好跑嘅。不過試閘表現嚟睇咧，就只可以話不過不失啦，方頭會斷嘅。後追咧就即係要俾落去先有啲反應咯。今場我自己就會觀望下先啦。3號馬智力之城潘頓，大衛希斯嘅組合，副榜127磅排8檔。3歲仔啦，試咗4課閘。潘頓咧都親自上去試過2課嘅，全部跑第一嘅，要前速有前速嘅，灌注力都唔太差。初出即刻揾到潘頓都唔似玩噶啦。今場3甲之選啦。4號馬新輝之星鍾易禮告東尼，副榜127磅排2檔。上場咧就初出跑4班1000米啦，就跟隨領放馬。400米度咧就移到跑到中央係望空衝啦。但係咧就未能增速追上領先馬匹嘅。叫佢跑翻個第4啦。賽前咧騎師鍾易禮都親自上馬試翻課閘嘅。不過末段出策咧都係保持同速嘅啫。不過咧今次排2檔啊，形勢就唔着數噶啦。所以我自己今場就要唔到。5號馬發財金安毛顯東丁冠豪，副榜127磅排3檔，又係初出買一隻啦。近2課閘騎師阿東東咧親自上馬試噶啦。但係試閘走勢咧有啲僵硬，末段有啲乏力。今次仲要排埋3檔，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6號馬綠茵明珠何澤堯呂健威，副榜127磅排11檔。初出馬啦，試閘表現就一般噶啦。同埋呢隻馬咧喺大半年前就做過腳部手術噶啦。健康咧就一定有疑問啦。就算今次排11檔我都唔要噶啦。7號馬應龍飛影田泰安伍鵬志，副榜127磅排12檔。啱啱嗰仗啦，跑到第5表現恰可嘅。今次排12檔咧就絕對比上仗形勢好得多啦。不過最咩就我覺得騎練啊，即係都係處於一個弱勢期啦。所以今場咧我自己就4連環4重彩先考慮翻做配腳嘅啫。8號馬8000好運麥文堅蔡約翰個組合，副榜127磅排7檔。呢隻又係初出馬啦。試閘表現咧就中規中矩嘅啫。同阿蔡咧就即係一般啊，嗰啲阿蔡啲明星初出馬咧，其實試閘已經好多嘢睇啊。呢隻就唔同啦，試閘就真係冇乜特別。所以我又唔覺得佢有啲咩好特別嘅地方咯。可以觀察一場先啦，睇下呢隻馬質素如何啦。今場我自己就要唔到啦。9號馬文采風流奧爾文蘇偉賢，副榜127磅排6檔，又係初出馬。試閘表現一般嘅啫。末段咧就俾落去都唔多噶啦。呢隻就唔多講啦，跑下先啦。10號馬銀刺勇士黃志宏方家柏嘅組合，副榜127磅排10檔。上場咧谷草1200米啦，2.3倍大到做噶啦。賽後練馬師咧即刻收埋呢隻馬操足2個月休夠噶啦。賽前試閘咧就有前有後，表現唔錯嘅。騎師黃志宏都上去即係摸過隻馬啦。唯一就係呢隻馬未試過田草證明得嘅啫。即係始終田草同谷草嘅分別有分別啦，級數上。所以我今場咧就4連環4重彩先會考慮拖嘅啫呢隻。9號馬辣得爽利梁家俊無偉傑，副榜127磅排9檔。又係3歲初出馬啦。賽前睇閘咧就直路俾落去都唔係太多。
咁我自己覺得呢隻就未得住，拋下先啦。12號拉合爾巴道黎超升，副榜122磅排1檔，咁啊上場早段擺前啊400米到就出頭噶啦，咁但係最後100米咧就俾頭馬趙眼光追過咗啦，咁其實表現都唔錯嘅。咁賽前巴道親自有試到課習啦，全程撳住順手嘅啫，就冇咩俾你睇嘅。不過始終考慮今場咧就新馬比較多，咁但係呢隻拉合爾咧留意翻直路1000米成績非常好喎，跑過5次啫，4次上名噶啦。咁就算今次一檔劣檔都好啦，我自己都會要翻嘅。3甲13號運籌帷幄希威森到貴福特嘅組合，副榜119磅排14檔，咁上場咧就早段居後啦，留力後上，最後150米望空咧，咁衝上嚟嘅勢唔錯嘅。咁今次抽埋14檔啊，好跑啦。嗱，練馬師成績啊非一般神奇添啊，練馬師嘅表現騎練都有手影嘅，咁啊，所以我自己今次要4連環4容彩都會包翻呢一隻噶。14號馬萬里雲潘明輝何言，副榜118磅排5檔，咁上場咧就跑4班田草1200米啦，咁啊居後早後即係早段啊居後邊位置啦，嗱入直落後咧就稍稍追近嘅啫，咁表現咧係比之前有進步嘅，咁但係未去到話即係好特別啦，即係我唔覺得呢一個進步幅度喺呢度會夠殺咯，咁啊同埋今次排5檔咧呢隻馬我預佢早段都係蝕噶啦，咁所以咧今次我就自己要唔到呢一隻啦，咁所以今場師兄嘅選擇就會係1號展同威、3號智力之城同12號拉合爾，咁啊師兄喺度祝大家贏多啲啦。